第二级的毒品依托米酯，互人加入电子烟，变作是双死分弹，所以发生真侪食毒塞车佮弄死人的案件。其实根据这个刑事局的资料，全台湾伫1月中旬到2月中这段期间，是超出300多粒的双死分弹，也佮有4.6公斤的依托米酯的分油，在市场的价值有逾900万。第二级毒品依托米酯佮合作双死分弹，造成侪社会交通安全问题。刑事局最近透过资料库的比对，找出全国可能有咧使用双死分弹的对象，分别伫咧屏东佮花莲抓到嫌犯。大批警力用工具甲大门撬开，要入去敲吹。刑事局最近透过分析异常车祸的驾驶记录，比对毒品监考资料库，分析全台可能有咧使用依托米酯的人，伫1月中到2月中，分别伫屏东甲花莲抓到细串、细粒的嫌犯，找到依托米酯的混油、秤，甚至是毒品分装工具。针对那个毒品人口的大数据资料库进行分析再针对那个车祸事故的一些资料进行交叉比对筛选出来一些潜在的贩毒分子进行跟监搜证。第二级毒品依托米酯原底是医疗麻醉剂，但是最近几年，互人加入电子混油，加做双死分弹，落尾发生侪食毒塞车，甚至是弄死人的事故。刑事局分析毒驾事件甲依托米酯之间的关联，将案分散伫全国16个县市的嫌犯，执行专案查缉。1月中到2月中，就查到39个案件，计共抓到54个人，还有持达约900万的双死分弹。有39件，54人。那上市烟弹分装厂有16座，共查获上市烟弹有333颗，依托米酯的烟油4.6公斤，约可制成3082颗烟弹。本次的专案阻止了3415颗上市烟弹流入市面。食毒塞车造成侪交通事故，甚至进前佫害2个警察不幸殉职。刑事局讲，毒品会伤害家己的身体，甚至会造成别人的伤亡。刑事局正在继续追查相关的依托米酯案件，改善交通安全甲社会治安。记者林玉凯台北报道。